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7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6篇第1节到第9节，耶利米书第51章47节到58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经历患难。苦难是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的，但正如何在这个遇见苦难的时候来胜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以色列人他们背离上帝之道，上帝就允许巴比伦来灭掉以色列，并且将以色列人掳到了巴比伦帝国去。但这并不就代表上帝允许巴比伦的恶行。耶利米先知就预言了巴比伦要因为恶行而将会受到刑罚，不但是他们巴比伦所敬奉的偶像，国家也会因为恶行而遭受大灭绝。耶利米书51章47节到58节，瞧吧，时候将到，我要对付巴比伦的偶像，整个国家要饱受耻辱，遍地要倒闭的尸首。当北方的毁灭者摧毁巴比伦的时候，天地间的一切都要欢呼高唱。巴比伦在全世界各地造成死亡，现在他要因为杀死许多以色列人而倾覆。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对住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已经逃脱死亡，现在快走吧，不要再等了。虽然你们远离故乡，但你们要想念我，你们的上主，并怀念耶路撒冷。你们说，我们因听见辱骂，深感受辱，满面惭愧，因为外国人侵犯了圣殿的圣所。所以我说，时候将到，我要惩罚巴比伦的偶像，在境内到处将有受伤的人呻吟。即使巴比伦能够爬上天，建造堡垒，我也要差遣毁灭者去消灭他。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说：听吧，巴比伦有哀嚎的声音，有大毁灭的声音传来。我正在摧毁巴比伦，终止城里喧闹的声音。敌人的军队像澎湃的怒涛冲进来，他们发出震天的呐喊。他们来消灭巴比伦，他的勇士被掳了，他的弓弩折断了。我是惩罚罪恶的上帝，我一定向巴比伦施报应。我要使他的首领、谋士、省长、官员、勇士都喝醉了，他们要沉睡，永远不醒。我是君王，我的名是上主，万军的统帅。我这样宣布了：巴比伦宽阔的城墙要被夷为平地，高大的门楼要被烧毁。列国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他们的辛劳付诸一炬。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宣告。虽然同样是外邦，在保罗宣教的时期，他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上帝让因为马其顿的人他们心中渴慕，而差派了保罗成为福音的使者，使他们能够领受到上帝丰盛的恩典。
他们虽然不富裕，但是却努力的行善，捐献，并且远远超过他们的能力的范围。保罗以马其顿教会所面对的困境以及困难为例，他们困苦当中，他们仍然靠主得胜，并且甘心乐意的来奉献。反观呢，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恩典，有许多的恩赐以及能力，但却没有办法像很缺乏非常严重的马其顿信徒一样，他们保持着爱主的热心来尽力捐献。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后书8章第1节到第7节勉励提醒哥林多教会要学习马其顿教会在遇见困境当中仍然保有火热爱主的心。经文说到，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知道上帝怎样恩待马其顿各教会。他们从经历患难，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是他们却充满着快乐，在极度的贫穷当中却仍然慷慨捐助。我敢证明，他们的捐助是竭尽所能的，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力量，出于自愿的。他们向我们恳求，在接济犹太的信徒这件善事上，让他们也有份。这是在远超过我们所期待的。首先，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又按照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因此，我们鼓励提多继续协助你们，完成他开始的这一件善事。无论信心、口才、知识、帮助别人的热忱和对我们的爱心，你们都要那样的丰富。我希望你们在这件善事上也格外的慷慨。诗篇66篇第1节到第9节，万民要欢呼颂赞上帝，要歌颂他的荣耀，要向他献赞美的词，要向上帝说，你的作为多么的奇妙，因你浩大的能力，仇敌要向你投降。地上万民都要敬拜你，他们颂赞你，歌颂你的尊名。来吧，来看上帝所做的大事，来看他在人间的奇妙作为。他把海变成陆地，使我们的祖先步行过去。我们在那里因他的作为欢乐。他以大能永远掌权，他的眼睛鉴察万国。叛逆之徒啊，不可自高自大。万民啊，要颂赞我们的上帝，愿颂赞他们的声音传遍四方。他保守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至于跌倒。愿上帝帮助我们不被困境，不以贫穷自居，要在困境当中靠主得胜，并且保持一颗火热爱主爱人的心。愿慷慨解囊来助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